继续来看鸿海集团全面来推动着世代交替。为4月底开始，由鸿海母公司本来总经理轮流来做执行长，6个月轮一届。也有风声讲鸿海咧推行这套制度的背后，内部是正咧输赢相夺。鸿海针对这个传闻无评论。对于一个企业要永续经营的企业来讲，它是一定要有这些接班的计划。鸿海董事长刘永伟证实讲，要实施轮流执行长的制度，人选将为鸿海6大将各事业群的总经理去拣，以半年为一期。听讲头一棒是有日本通之称的医事业群总经理林中正，直接各大日本厂商的生意，负责游戏机、电视消费性的产品，佮捌做过夏普的董事。第二棒是周入行，负责最大的客户苹果。轮值 CEO 的时候，他就要看所有的不同的这个 B 机的他们的业务了哈，所以他们就可以透过轮值，可以更了解整个我们公司的运作。他们的整个架构是包山包海哦，而且营业额非常非常的高。这些老一辈的，在之前创立公司这一派的，其实很多都已经来到80、90岁了，对他们的年纪来说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哦。是讲鸿海伫这时阵推出轮值的制度，风声讲有内斗的情形，因为刘永伟进前3+3计划效果无好。再加上去年鸿海股票表现不理想，听讲老新派拍算讲要找郭台铭转来接董事长，不过后来开发 AI 助攻鸿海股票才过起，加上财务长黄秋莲办退休，等是支持刘永伟世代交替。郭台铭嘛同意轮值的制度。针对各种风声，鸿海今日回应讲，轮值的制度目的是要培养领导人才，其他的风声拢无想要加讲。